说给下面都给，下面都给，下面都，下面咱说是，给，赶紧呗，俺给你要啥？下面当说啥了？平时从用对下面当，带来的啥这样就随便都个，要这，没得看子多。他娘都来的吧？谁这是马大的货？没说那叫啊，我你这王总在哪是那个专业的？卡大讲话开始可是你妈的，但是我有点准，没有做个人。对面拉着哪着呢？叫那俺讲那时候大家这个拽的，人哪介绍女的日本的？你想我做谁？哦，但现在给的可都先，都是我用那些这卡我几个人对啊？我的，什么的？现在你干啥呢？哦，拉着真卡大哟，哦，马真假把个怪了呗？让王总给不着个300万。哎，但是我用我的王总拿钱，哦，娘子是嘞，可是拿了白下都没都娘子领个着的，娘子可真是，对的，没对说，干吃算，刚辣椒吃，这刚在那我心里面呗，我老装是俺的吃点的时候，你娘的，我都知道，刚为吃辣为吃也我吃是，耶，你老不吃我吃，叔叔刚不着的，我刚去我们的，这别吃香色的，给错别的，呀，对了嘛，感觉是错的，你让感觉差不多个没掉，感觉哎，我感觉是错的，记住了。啊，鸡蛋，有的啊，走，感觉错头没别的，感觉都是嘛的呗呢？感觉是做钢的周一不给，这错给他，我感觉错头没得，没得，感觉是做钢的周一的，让你干嘛来的这吃的我的，没得，对。这了脸不有毒呀，说是说的，说上来脸不要的，俺脸不爱的，但是给起呀，但那眼跟这心思的在解决了，感觉了是吧？感觉的，这你就是觉得，走下，哦呀耶，让感觉的下面的脸没是不是都给？我都说感觉着好，你看拿过去我去，有，我王总拿钱，好，我说拿我多名都去打着，有，他一个人给水管的钱，好，水么我马学啊，哪打马懂，看对啊，绿军也说，有说是，也咋说？我呀，打可就做，给起来马学啊，有，加油，是的。来了，来了啥？来了是用个有手的。哎呦，请问你们2个找谁呀？这是王总的家吗？啊，对，你是王总的老公吗？对，啊，我是他的老婆。你是他的老婆的话，我是你的老公是吧？啊，对，啊，不是，你是他的老婆的话，他是你的老公是吧？对，那当然了。那当然是看死我的。那当然是呢，那먹었어요咔对。有。请问你们2个找我老公有什么事情吗？有重要的事情。重要的事情。那先进来再说。好。对，工作康北工作的你等到周查是吗？哎呀，俺这叫别简单的了吧你？那个刚把脑袋拿老走。有。哎呀，王总南这样我们都哦，家伙怎么跟这些们都个对吧？都啦，拖着他别写到了下我。来，坐吧。谢谢。喝口饮料。好，谢谢。没事。俺就拿菜叫吧，得客气。好嘞。呀，哎呀，隔壁。搞清楚叫啊，
没得的。 그봐 왕중 아치벽이 닝심 겨우면 누가 해? 예 가시베 디 왕종 아지레마도 랑 아진 말에 가가가 돼 지전이 니 아즈면에 미대박 해제 아요미. 우리 레스 때도가 给这肯좀 마실라 야. 네 아자 되게 계속 건좀 좀 마셔 쓰도 아야 나 계속 어머 아자 라 비르르베 인다. 나 표를 인다. 아지 또 야서 시마도 니 야게 단 조베스 제사소 알레 마되다. 라라 알레 我这边既然你老公在这团大可的哟 아자랑 빼샤 요배. 别下来 아자 그 세제나 아자 기나서 난게 차게 야르 유베세리 아자 阿了当俺最难个车机等这了是知道呀 지다 된된 간인죠 종계낭 미도스 세제나 종계낭 로벤 도스 난물 망다치 아니 물다 샤스메제 빙샤나 간제 쇼거사 저. 물 비샤나 장샤는 물 캬과 대주 말배. 가사 배차산 세리 란카디 빙샤나 루고엔스도 카드 他俺做嘞我忙不得这快的呢俺做一年嘞当这东子知道呀 아마. 다 도치는 망고 쉬워 여러분이. 나도 달라 배 달라마다 레니. 阿了我这边既然你老不打刚不的 물라나사 잡래. 아자 나용 라보다 강배고디 왕总练的嘛都鲜美 阿了有 아자 랑의 년셔 当俺我忙不得这快的呢 아자 종계낭 미도도 세제나 하 종계낭老板都总会参谋아지 라보 요르시도 어사. 他一年俺最难个我接上了俺最老公老爸有的 알레 다제 안저 라고 데리고 받침래 他一弄我 아주가 샹지 수고이고. 아주 라고 고마 치면을 배 사치. 야 다这大学的是没得看忙跟直说的怕就给我洗不动 아자 아니 아자랑 라온다 안저 왕总데리고 받해브래 阿了他都去了的团大街个去他一年南山南路用过的 남산 레그라 레스 아자 阿了既然你妈对的 레스 妈 레스 对的 만되게我洗不动看忙我呀，阿来饮料是冻的呀，谢谢给我买的。跟比。这呀，老公回来了，王总你们两个怎么过来了？走路过来了说什么？来，我介绍一下，他叫罗布，是我们工地上非常优秀的一名工人。他叫扎西，也是我们工地上的。这是我老婆，刚刚认识了认识了。漂亮的很。说什么呢？来，坐，坐先坐。你们两个今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对呀，有有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，什么事说吧。对了，这个那个跳起，这个那个有，这个你们两个这手和脚怎么了？对呀，断了，这不是好好连着的吗？怎么就断了呢？对呀，我的手，怎么了？咔嚓是断了，他的脚呱嚓嘎是断了。什么咔嚓呱嚓的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快说噻！对呀，撞了，被车给撞了？对呀，不是，那我们两个撞了。你们两个撞了？你们两个大男人怎么就撞到一起了吗？就是嘛。什么就是嘛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快说！看速度啊，这。你老公给谁去了啊？他既然你
肯定是动不得噻。你怎么撞的？嘞？哦，是这样撞的，啊是这样撞，都是动不的，是这样撞的。你看啊，哦，他从那边冲过来嘛，冲过来哦，我从这边冲过去了嘛。然后呢？他没看红灯嘛，红灯。哦，然后就我们两个这样冲过去了嘛。我手刹不好嘛，啊，我脚刹不好嘛，然后就我们两个撞了嘛。哦，原来是这样撞的啊！哦，是这样撞就是这样的，撞的嘛我这个刚把脑袋下，自己到小别别说说，然后我们要去医院，啊，没钱，没钱。别说我又是那么上的这路药嘛，你看是哦，我知道了，啊，你们两个是过来要钱的吧？对对对，要钱的，然个我鬼是要救了不是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们两个现在急需用钱。对啊，继续，对，继续是干什么来着？继续是哪啊？哦听到你的外国全部都是我的。对，继续的不继续的继续嘛，继续，我知道，继续，我知道你们急需用钱，但是现在是这么个情况。第一呢，咱们那个工程还没完工吧？所以那个工程款还没下来。我也没钱，没办法。阿佳，哦，那是干什么的？你老公该是哪啊？他的来这就这句的，来这我喇叭就句的。现在我苗是啊。没钱没钱。啊！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好，商量一下。你说的，卡多，大句带嘛说，哦，没钱是，卡多嘞，我没钱的，你呢？大句带嘛抽血的，我那个大句带嘛说。中国人民族是先进的啊！哦，中国人老板都是俺做忙做个来学蛮多年。你干的我他妈就是有对学的噻。别死都没你，他带领俺用个头皮有个最多东西，俺用个来的拉头叫的。什么哪些叫？弟弟拉着拉着钱呢？刚我到老板我那叫进来教育了他，大个的，让什么时候只叫别行上出来去，让俺的家大的要叫，我的。这里我让个地起的，让个动就动的慢点的，看看，过去就不是个东西，没别进没别，就点的。我的慢点的，或者我用动他们的，我用拧起他去，来些音乐的，有，因为干学快的些，学我嘛去啊，难道嘛懂？你看看起起的大姐啊，来句，动就的，给就看了。王总，怎么了？过来，哎呦，我们要去医院，我们没钱，我们好可怜哦。但我，姐，那大天是给这是不给钱就这我。你先别哭。是，还是我的叫。呀啥？我也是是我们要钱你不给钱我们告去了你。告诉姚是不是？对，你不给钱的话，我们告去了。你看，现在我们的手动不了了嘛。然后呢？我们变成残疾的话，你要负责这会儿，负责就是我呢。什么负责？应该是这只手。对，就是这个手。你要负责就是我呢。叫。俺来叫他什么人的？你老公要过去搂。那这搂不得，俺搂不得。有。妈对。看戏这个去，我们还是想想办法。他们也怪可怜的。你放心吧，其实我早就想办法了。早就想到了哎呀，你也干嘛不早说？真的是。这两个人，看吧这。哎，两位老总，来过来看，这是什么？钱，别下，老婆，你不是说没钱吗？哪来的这么多钱？是这样，我知道他们急需用钱，
那个萝卜带老婆去内地做体检是吧？对。还有扎西，不是刚盖了新房子吗？要买家具。还有其他几个工人也急需用钱。所以我先找了我的朋友，先借了一点，把你们的工资给先预付了，这样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干是多着。你老公给谁钱呢啊？我那么大肉别整的呀。其他你那的，你的这意思多。预付啊，若不是那我也这，俺这那是你的这意思了。这多钱呢？多钱呢？多钱呢？去？多钱呢？他们你子去？多钱呢？多钱呢？行了，啊，老婆，这是你和扎西的工资啊，还有其他几个工人的工资也在这里，你帮我发一下。谢谢。我那你。但那边工地干了，俺做王总啊，要我是不是9月？但一年的人俺用个没看年纪，听这就结果开上。阿姐，给他俺用个错这大概是多少？王总的工作嘛，那是这些了，难的。有，老公。王总啊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我们听别人的话，然后呢就不相信你所以今天搞这样的事情，很抱歉，就是去。抱歉。行了，你们两个也太不相信我了吧？啊，对，咱们合作多少年了？对，再说咱们之间还有合同呢。合同有吗？时间还没到啊。没到。所以你看，听别人的话，不相信自己的朋友是吧？啊，要合理上法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再说我上次就跟你们说了，沟通要学好。你看沟通都沟通不了，以后怎么做生意嘛？以后好好学。什么好好学？来，撤了，已经看出来，别再演了。他对噻，刚扎不来着。我有啥年刚扎过中？我们对，那刚来过的写不就对？王总那个是他热热情况。对了啊，明年我们工地上可以干工作吗？可以是可以啊。但是你们两个这手啊脚啊，我觉得不太方便。是没事啊，现在手好的很，你看好了，他的脚没事给跳起来，丢到。好，那明年咱们继续一起干。好吧，那我们先走了，去吧。好，谢谢。去吧。来，今年好啊，回去。这两个人，老公啊，他们在合同上面签字了吗？不是，喂，先签个字，画个押再走，喂。